屏幕前嘅兄弟姊妹，我如果唔講呢一個係125個平方嘅，你會唔會以為呢個係152個平方啊？係十字門嘅中海寰宇天下，呢一次發展商又自己劈價啦，只需要50個出頭，你就輕鬆攞低呢一個豪中嘅125個平方4房單位。呢一次細節咧又全新 update 咗啦。重達300斤嘅天生住女門，飛利浦5係一智能碼鎖啊，到頂嘅呢啲儲物櫃全部都係交付標準啊，呢啲細節啊就喺呢度啦。中海對裝修呢一塊嘅細節真係做得非常之勁啊！真金白銀去打造嘅門口仲配備埋一個可以換鞋嘅位置俾到你，成個 LDKG 一體化嘅設計。呢啲空間感，我個人真係中意得不得了啊！呢度可以同時8到10個人喺呢度用餐，呢邊啊擺低一個餐邊櫃，擺低你嗰啲822年嘅立飛啊，啲 macaron 都係 OK。廚房啦就 OK 嘅，雖然講對於一個125個平方嘅廚房嚟講係真係有啲細啦，但係佢做足呢啲可開可合嘅設計，同埋中餐西餐都可以同時喺呢度煮，非常之唔錯啊！1萬幾蚊一部嘅洗碗機都係配備埋俾你，呢個空間再次感受下，真係非常之唔錯。佢而家係 book 咗其中一間房間，如果你係要一步到位，又想係一家3代人同時居住嘅話，交樓之後呢度仲係第4間房間。咁返到休息區感受一下啦，公共洗手間全部都係 OK 嘅，total嘅衛浴馬桶都係配備埋俾你，重點係佢4個房間全部都係朝南向，呢點真係非常之唔容易啊！大金嘅全屋中央冷氣都係配備埋俾你，衣帽間嘅嗰個位置咧係贈送俾你嘅，南北通透嘅呢個主人房，擺低一張 king size 嘅床，仲可以做到3邊6嘅床位啊！50個出頭就可以享受係珠海嘅 CBD， 同時睇風景又可以睇到山景，平時去到露營啊、去登山啦，都係屋企樓下就可以去得到啦。小學、幼稚園、中學都可以步行就可以去到。寰宇天地、華發商都全部都係屋企樓下，過個馬路就可以去到啦。買嘢啊、食嘢啊，一站俱全。就咁樣嘅一個125平方次大平層嘅單位，50個出頭你就輕鬆可以住啦。對呢個單位感興趣嘅朋友，想置業改善係十字門 CBD 呢個位置，又非常中意中海品質嘅朋友，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條6，我係小雅 ，follow me 帶你玩。